桂英啊，天气这么凉，你又有身孕，怎么能坐在地上呢？来，我们起来喝药啊！来，桂英啊，喝完药你再使劲的扎，使劲的剪，好不好？来，桂英，起来喝药啊！谢呀！又犯病了，桂英啊，这是刚给你熬的安胎药啊！不，我没有胎，我没有胎。桂英啊，你这样会伤着我们的孩子的。桂英，我们先喝药好不好？啊，我们先喝药。没事，没事。啊，夫妻俩还没睡呀？孙团长，你怎么带人上我家来呀？放心，这深更半夜，没人瞧得见。人生在世，无后为大呀。马书记他盼了8年的儿子，你可要好好的保胎，别辜负了他一片苦心哦。孙团长，杜鹃坡那些人都处置干净了？哦，放了一个，谁？田玉梅。什么？你怎么能放走他？我们可都是说好的呀！这可是你说的，游击队联络员只与他单线联系。这是红军撤退时定下的纪律。今夜行动抓住了人，却没有截获颜良。那田玉梅，她可是唯一的知情人。你就该严刑拷问呐！严刑拷问。他连死都不怕，拷问又有什么用处？这不如我就把他交给你。我对，你是区委书记，从他嘴里套出颜良藏匿处和游击队联络线，应该不是难事吧？这老弟，只要剿灭了游击队，你就可以升官发财，养儿子了。儿子说话算话，那你就好自为之吧。哎，桂英啊，桂英啊，桂英啊！我这么做，可都是为了你呀！桂英啊，你说你病成这样，我想带你走，都走不成啊！刚才的话你也都听见了，升官发财无所谓，我要的是你和孩子能够过上安生日子啊！桂英啊，我们先喝药啊，喝完药睡一觉就好了。为了孩子，我们把药喝了啊，为了孩子。谁？是我。
玉梅，马书记，滚！你滚呐！桂英啊，你不记得了？这是你玉梅姐呀。马书记，不应该。过门8年，好不容易才怀上，不知怎么就得了疯病啊！我医求药都不管用。桂英啊，我们回房啊，回房睡一觉就好了。桂英疯了。玉梅，马书记，桂英怎么你受伤了？马书记出大事了。为开夜若雷滚，悲愤难一度卷破当之母，惨遭偷袭。这怎么可能呢？昨夜里举银两送上山去，刚经山北跟踪情势危急，同志们不顾生死把银两藏匿在与土围就来不及，待贼审讯不死火系枪头下起，为同志心卷去愚昧，大难不死抢回村里报血恨等客气，请求组织查仔细抓叛徒。叛徒，无叛徒，敌人怎知泄密消息？一句话，司里人去查新品，顿觉得胸中郁闷，胆气虚。转换话题，谈消息绝不能让他占先机。玉梅，颜良藏匿之处可否隐蔽？山间密道，不露半点痕迹。有即对缺粮少盐近况险峻，明日夜晚重组运力，解救危急。要提防此次行动再度泄密，所以要先查叛徒，莫再迟疑。对，对，对，他要诛叛徒，不放弃。我必须扰乱他思路，设迷局。玉梅，枪口下替人丧命，无声鸡却为何当房一人回村里人？马书记竟然对我有疑虑，当
马书记，马书记，杜鹃坡党支部二牛，我都知道了。马书记，我们趁着黑夜去收葬8位牺牲同志。二牛，玉梅姐，你还活着？田玉梅，杜鹃坡党支部解体被害，只有他一人活着。你要交代清楚，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玉梅姐，你马书记，莫非是他出卖了不是，我们？我没有。别说了，杜鹃坡一案一定是出了叛徒。戚叔公啊，他的儿子张书记牺牲了，戚叔公他守着土坟不肯离开呀。张书记是杜鹃坡党支部书记，生前或许会留下什么线索。走，我们去看看戚叔公他老人家。马书记，我不是叛徒。查清楚情况再说。马书记，怎么，你害怕啦？我怕什么？走。儿啊，你说走就走了，扔下我一个孤老汉。我把你们7个葬在咱家边上，爹好天天来看你，陪你说说话。黄土坟，止不住
衷肠平日里相依为命，令我将到此刻方觉得父子情长很白费，吃罢那红军年香，好日子何时会重返山乡？更疑惑玉梅她踪迹未见，不知去向，是死是生。今在何方？齐叔公，齐叔公，马书记，齐叔公啊，你的儿子是好样的，你要节哀呀！齐叔公，玉梅，齐叔公，齐叔公，杜鹃婆党支部集体被害，我看一定是出了叛徒。马书记，你盯着我查，只会放过真正的叛徒。田玉梅，你敢说你活着是因为侥幸？你敢说白匪的枪弹都出了偏差？马书记，你敢当着7位同志的亡灵起誓，你绝对的清白吗？马书记，齐叔公啊，你是看着玉梅长大的，她的孩子娟妹又是你在抚养，如今你的儿子又，你就替大家问吧。我齐叔公查出叛徒，为牺牲的同志们报仇啊！您就对呀问问吧。你快对亡灵起誓啊！对，起誓！但凡有点良心，也不会说谎。真是叛徒，应该偿命啊！对呀，应该偿命啊！玉梅，你跪下！玉梅，你看，用你红军丈夫和你女儿娟妹的名节，向这7位亡灵起誓，今天你说的句句都是大实话。我起誓。好。你就把这件事的起始末梢一五一十的讲给大家听。齐叔公，
马书记，众位乡亲呐、云颜良秘密上禀，不料想半途中发现未遂的白飞驹，同志们皆曾颜良在的黄本将飞驹，因望他西山里舍命保住言语这么说，颜良还在？可立无损，待送上山救亲人。一番话不由人，真假难辨，只觉得心底里绕气云。强扣下其人，丧命为他，幸免这冤又还许他，细说分明。你快将真情实话当众讲，后长三尺有神灵。田玉梅自从入党，宣誓其生死就是当敌人，任凭差刀劈多番，身虽故不变心。颜良待机运，叛徒要查清，恳求马书记平反两路行事，望国际送颜良有其对，且盼救助在山山里。好，在你没有解除嫌疑之前，由我和齐叔公负责运送颜良。现在最要紧的是取出颜良，给游击队送去。田玉梅，颜良藏在哪里？如何与游击队取得联系？玉梅姐，小程，玉梅姐，我们在指定地点没有等到颜良，王政委不放心，程带我来。明同志，马书记，上回我跟王政委到区里开会，见过您。王政委和大家伙儿都还好吧？好，就是缺盐少粮，不少同志的腿都肿了。明晚不，今夜我就亲自带人送颜良上山。太好了！哎，玉梅姐，他正在接受组织的调查，啊？为啥？情况复杂，一言难尽呐、来，陈明同志，你把接头暗号与地点留下。陈明同志，田玉梅的问题由我们区委来处理。哦，是。马书记，接头、地点、暗号都在上面。好，回去对王政委说，我们将不惜一切代价，准时送颜良上山。谢谢马书记。一路多加小心呐、是。乡亲们，我们跟着田玉梅取出颜良，今夜上山，游击队就有救了。好啊！马书记，不查叛徒了。当务之急是运送颜良。那些颜良是10几个村落上百号乡亲从牙缝里抠出来救命的，要是再被叛徒家伙袭击听听，他推三阻四，就是不肯说出颜良藏匿之处。莫非你早已
被出卖给了白匪。马书记，颜良究竟藏在哪里？叛徒未查清，玉梅不放心。这里嫌疑最大的就是您。如果我有嫌疑，颜良还会在吗？田玉梅，空口无凭，我看你是拿不出颜良了吧？乡亲们呐，事情已经很清楚了。想想我们牺牲的7位同志，哪一个不是致命伤啊？戚叔公的儿子张书记中了数枪，身子都给打烂了。他竟然可以在密集的枪弹中逃生，这只能说明一点，是他出卖了杜鹃婆党之谋，是他出卖了颜良，白匪才会放他一命。自己是叛徒，还贼喊捉贼，处死叛徒为英烈们报仇。对，为英烈报仇。戚叔公，马将书记，他绑了。妈妈，娟妹，妈妈，娟妹，妈妈，娟妹，妈妈，妈妈，好孩子，孩子，你咋来了？我醒了，不见爷爷戚，叔公我怕。将孩子带孩子走。不怕。孩子，来跟爷爷走。我要妈妈。孩子，跟爷爷走。玉梅姐姐，玉梅姐姐，桂英啊，你怎么来了？他不是叛徒，叛徒桂英啊，叛徒是我。你疯了！哦，对，他就是个疯子啊！玉梅呀，你是知道的，他就是个疯子啊！马家辉呀，我的丈夫，你不用再护着我了。今天我要说出真相，还玉梅一个清白。桂英啊，是鬼阴经不起，严刑拷打，出卖了当之不血染山崖。
俩听好了，他们俩总有一个是叛徒。要是桂英，我马家辉绝不徇私，将他们俩都给我绑了。马书记，当务之急是运送颜良，没有颜良，送什么呀？区委之前也筹集了一些，大家随我装去颜良，今夜上山。好，七叔公啊，他们俩就交给你了，等我们回来再行彻查。桂英啊，你要记住了，不管你是不是叛徒，我们的孩子是无辜的。出发！马家辉要的颜良全部按照指定地点掩蔽好了。好，黄昏他带人来搬运时，大部队都离远点儿，等他们上山再紧紧跟踪。到时候游击队按着计划前来接应颜良，你们再一举全歼。是。哼，马家辉，孙团长，你不盯着庄运颜良，到这儿又来干什么？孙团长，让胡连长带几个弟兄随我到七叔公草寮走一趟。哦，去接你老婆。桂英要接，最重要的是田玉梅活着，我是越想越不放心呐。倘若她逃上山去，我们岂不是前功尽弃了吗？是你自己怕暴露吧？不，我是为了今夜行动能够万无一失，田玉梅必须死。哎呀，我发现这一颗红心一旦变了色，比咱们还黑呀！孙团长啊，莫要忘了我们之前的约定，我保证你剿灭游击队，你保证我一家前程安稳呐。好，我可以帮你盯着田玉梅。哦，不过我要的那份区委共党的名单。我就知道孙团长你的心思，我早就准备好了。只要你兑现给我的承诺，你就可以得到这份名单。哈哈哈
怎么会是叛徒呢？这一天一夜，天翻地覆，总觉得哪